新傳媒 Capital 958上市頻道，現在由鄭生良報告新聞。兩套重述國人結婚同生育觀念工作組嘅總理公署部長尹蘭妮表示，黃順才總理將在來年國慶群眾大會上公布工作組提出嘅首批建議，包括進一步延長為家庭提供嘅援助。玉龍東第339座住戶連上發生火患，導致1人死亡。民防部隊講，火患涉及客廳內放嘅一堆物品，起火原因正在調查中。美國自新加坡等超過40個貿易夥伴可能被利用來協助中國商品避開美國關稅。貿工部對此表示，我國嚴謹看待貿易合規問題，如果企業違反法律，當局將毫不猶豫採取堅決行動。貿工部指出，新加坡嘅經濟競爭力建立在健全嘅法治、透明嘅監管制度，以及對欺詐、貪污同犯罪法統零容忍嘅基礎上。針對美容商對於飲料瓶蓋退費制疑似存在挪用公款或者貪污嘅指控，國家環境局發文駁斥，講人民誤解當局所公布嘅數據。永續發展同環境部高級政務部長蒲克烈上星期三在國會答覆議員詢問時講，飲料瓶蓋退費制啟動以來，已累計回收550萬嘅瓶蓋，完成超過100萬宗成功交易。有網民因此認為，只有100萬嘅瓶蓋押金被退還，並質疑其450萬嘅瓶蓋嘅押金去了哪位。環境局澄清，當局早前公布嘅數據指嘅係消費者使用飲料瓶蓋回收機嘅次數超過100萬次，一共退還嘅瓶蓋達到550萬嘅，呢個相當於每宗交易平均退還5.5嘅瓶蓋。印度尼西亞東部外海昨日發生7.7級強烈地震，並接連發生多次餘震，造成至少47個人死亡，50個人受傷。地震發生後，1年多嘅地區觀測到唔到1米高嘅海嘯，當局在地震發生大約3小時後解除海嘯預警。泰國通過向外國遊客徵收450泰銖旅遊費嘅研製草案，預計最快可在明年第一季度開始徵收。根據提案，無論外國遊客通過航空、陸路或者係海路入境泰國，每個人都將交付450泰銖，或者相等於17新元。體育消息，我國雄獅隊在亞細安足球錦標賽半決賽首回合賽以1-3輸本7冠王泰國隊。新聞報告完畢。